好啊，咁啊，盧偉力咧就好勤力，上個禮拜咧已經同我講話咧，成個國民教育咪就係洗腦，即係講洗腦嗰一次。係啊，呢個指引咧睇晒183頁，啱我新頁啊，咁啊有葉空嘅添，立過係。發現燦又睇過。咁好啦，咁你評一評價先，點啲指引點解你嗰次聽咗，然之後咧覺得仲係有偏頗咧？唔知偏頗啊？我就覺得咧，有指引有佢其實就係有一個特定嘅好簡單嘅一個意圖。咁當然啦，任何教育咧都係有意圖嘅，可以冇目的唔成啊，冇目的就唔成教育。咁但係個意圖咧就係佢係希望製造一種咧比較我哋所講嘅就係簡單化嘅認同嘅行為，係啦，多過話係要去讓同學理性咁樣從概念或者從文化淵源、歷史淵源咧，去認識一系列涉及到國家、民族、人民、政權、政黨、社會發展、歷史文化等等嘅諸方面嘅問題。咁所以咧，由於佢係要去處理嘅係一個好簡單嘅，佢要簡單化認同行為啊。咁於是咧，其實咧就有一啲似係咩咧？就係話，即係佢咪再制定下，譬如話對於一啲所謂叫做物件嘅認知，係物件嘅認知喎。譬如話國旗，當然啦，國旗嗰5粒星代表咩嘢咧？呢啲都應該係呢個知識範疇，佢都會可能有嘅，立到嘅。咁於是個問題咧，我就覺得其實有一啲值得研究嘅地方，因為如果我哋話愛國係一種感情，我哋希望學生通過個教育嘅過程能夠有呢種感情嘅話，呢種感情呢係冇問題。但係如果要將呢啲感情變成一種知識化嘅一啲科目事實啊，咁其實感情同事實之間呢，其實係好複雜嘅。呢種感情咧就係一種嘅態度，呢種態度咧又點去量度咧？就要藉住一啲嘅行為嚟到表現出嚟去量度啦。好啦，弊啦。咁於是出現咗一種咩情況咧？就係其實就會產生好大量嘅精叻嘅一啲學生，佢可能咧情感上佢未必認同呢種行為嘅。但係佢行為上邊佢做咗出嚟，即係好似而家朝鮮或者北韓咁樣，行為上哇個愛國到真係+01嘅，真係咧呢個領袖死咗，哇喊到咧唔係就咁喊，要大嚎大哭嘅係咪啊？呢種行為我哋點樣去區分？究竟呢啲係一個外在表現嘅行為，定還是發自內心嘅嘢咧？嗱，我就聽過，我有好多，因為我有啲同學咧就翻咗去中國大陸咧，就係讀書啊。咁所以佢咧就係近距離接觸好多而家嘅中國大陸嘅學生，佢就話因為好簡單，你入黨入中國共產黨，你將來意味着你有好多利益。你讀中學嘅時候，你加入嗰啲共青團咧，意味着咧啲先生對你係另眼相看，好多嘢咧青雲直上。咁於是咧佢就發覺佢有好多即係20零歲嘅嗰啲佢嗰啲同學，因為我個啲朋友咧就係成熟嘅學生嚟嘅，就發覺咧好多學生咧識得諗，佢哋咧就會加入呢啲政黨。加入政黨就唔係等於20-30年代嗰個時代嘅嗰啲共產黨人，佢係為咗要去創造一個理想嘅中國咁樣要去加入嗰個黨，而係話咧佢為咗要令到自己將來咧可以攞到更大嘅社會資源。咁所以佢就講翻一場戲咧好有趣。佢話咧，佢都見到佢哋咧，就一路背住嗰啲入黨誓詞咧，佢哋講翻咧係笑嘅，忍唔住笑啊！即係咧最莊嚴嘅時刻，原來佢哋互相之間係笑。呢個咧咪就係當年咧，我僆仔時咧，我做僆仔時同樣一個咁樣嘅經驗啦。
你要去領一啲救濟奶粉或者係餅乾，係咁你就要去某啲教會啊，嗯裏邊咧你要去信教，或者你唔信你聽道理，你要答噶嘛，你唔係冇錯，你唔係就話我信喎，我信做乜嘢啊？你要答覆好多問題考你噶噃，咁你自己信唔信咧？我就即係簡單嚟講就係要表態。要表態啦。啊！你教會要攞麵粉要表態。係啦，咁頭先喺國內裏邊想平步青雲要表態。咁啊係利益嚟，咁啊嗰個我話好簡單，冇奶粉派，冇番梘派，冇救濟品派，嗰條友會唔會咁大隻係同你聽道理啊？真心想去聽道理，真心去信仰有咁嘅人，但係大部分咧，我識得嗰啲，其實咧就係為咗個物質。咁你正話一樣。呢個信仰，呢個都係信仰嚟噶噃。呢個信仰其實都係咧為咗物質，為咗一啲利益。即係話咧，如果將一種感情嘅教育轉化為一種知識嘅行為嘅界定，並且用咁嚟到評核咧，會產生一種危險性咧，就係話會有好多其實係社會嘅精神分裂。即係話佢個內心有一套，但係佢做出嚟又另外一套。係佢個心根本就知道佢唔係嗰個。自己呃埋自己㗎。係啊，唔知呃埋自己真係會笑嘅，好似你話。係嗱，所以我睇呢個成個百幾頁嘅指引咧，最大嘅問題咧就係頭先講一樣啦，佢就係要成科。係啊。成科於是就要評核啦。咁點解要成科咧？所以而家咧寸步不讓喎。嗱，其他樣嘢我可以妥協，我可以軟化，可以又話俾多啲空間，又話可以咧正反嘅意見，又話交俾學校自主、老師自決等等等等。唯獨是有兩點喺政府方面冇得剩，寸土不讓啊！一定係要第一係要9月開展期，第二，一定係要成科，哪怕你成立胡紅玉都有些少猶豫，可唔可以嘅時候，吳克儉即刻講，呢個大前提就係要開科，要開展，係嘛？兩個開。咁問題喺邊度？第一，你開展嘅話咧，即係話咧，首先咧係要建立咗一個國民教育科成個呢一個概念，成個呢個意圖，有個搶個攤，有呢個陣地。有咗個據點啦，咁於是咧就係咧喺呢一個所謂 salesmanship 呢一個嘅推銷術裏邊 ，foot in the door，或者我哋話，喂，你開咗門嚟又慢慢傾，唔怕你精，唔怕你呆，最怕你唔來。嗱，你唔買都得嘅，或者你唔買都睇下仔先，你睇下先啦，你去玩下先啦，咁樣。你一開咗道門一入到去，咁就跟住慢慢嚟啦。目前可能啲開展期裏邊，樣嘢可以讓步，樣嘢可以咧多元化，但慢慢點知以後會唔會收窄啊？嗱，此其一個嘅陷阱之一也，或者危險之一也。第二就係一個開科。嗱，呢度好矛盾，好荒謬一樣嘢。成個指引開宗明義就係話，國民教育呢樣嘢咧，原來一路嚟行之已久。每間學校咧都係有透過唔同嘅學習領域。或者係喺呢個學科上，中國歷史科或者通識科，地理都有咩班主任科、班主任堂、生活教育、倫理教育、綜合教育，好多方面咧，又有啲訪問啊、參觀啊等等交流啊，好多方面其實已經推行緊㗎啦，持之有效啦咁樣咁既然持之有效，何來突然間一個急變、劇變、驟變咧？大變呢個大變成為點樣啊？呢個大變變科咧？我話變科，同埋呢個科咧啫。哇！所以成日裏邊成日講一句話叫12年一貫，我哋真係冇乜邊一科咧係由小學1年到中學6年咁樣12年咧一個咁樣嘅大指引嘅喎。中文英文都會有嘅，除數學都有啲咁嘅大科啫喎，其他好多都係咧限於初中、高中、小學咁樣喎。而另外咧就係咧呢一個嘅課程嗰個範圍啊，哇！即係咧。天南地北，即係咧，全部包晒，即係除咗差唔多都唔係自然科都有包。佢由一個個人生活範疇到，即係由生活範疇、個人範疇、家庭範疇、社群範疇、國家範疇、世界範疇，一路咁層層遞升上去，無所不包。而其實裏邊嘅嘢咧，頭先你所講咧，每間學校其實已經係攞去做緊嘅。各科都有做緊咧，做緊嘅你唔係一個科啊，唔係一個科嘅時候咧，就冇得規範啊，唔容易監控啦，冇得咧去評核啦。嗱，評核呢樣嘢好緊要啦。評核
知識就可以評核，嗯態度就好難評核嘅呢樣嘢。係咯，嗱，所以而家咧又話咧，即係教育局講嘢有個讓步啦，唔會考試，唔會計分，我調轉嚟，我先咁驚喎。我最想我有考試有分喎，乜嘢可以計得到分嘅咧？可以量化呢個計分啊嘛。於是係嗰啲 factual 嘅嘢啊，嗰啲知識性嘅嘢啊，事實上嘅嘢啊，譬如中國幾大幾多省，邊個首都，邊度省會，邊度係呢個嘅自治區，又或者何謂政協，何謂人大，而家就嚟話召開嘅18大，何謂叫18大，呢個三中全會咁等等。嗱，呢啲係需要認識嚇，呢啲係知識上嘅嘢，知識上嘅嘢唔係考核。考核裏邊咧就評分嚟到咧係量化可以睇到個成績嘅，但係當你講到就係話咧，我如何有一種嘅認同感，我哋有個歸屬感，仲有一個自豪感。嗱，呢個態度上咧，如何去評核咧？咁啊弊啦。嗱，呢啲咧就冇得計分啊嘛，冇得計分咧，於是啊透過咩外評啊，呢個教育局裏邊派人去睇視學啊，另外有各樣嘅寫報告啊，又睇你嘅外在行為啦。頭先講啦，睇下你升國旗你嘅表現如何啊，你平時發言又如何啊，你去交流會所參觀你有咩程度都隱晦㗎喎。咁樣呢個咧評核咧就係咧就成為一把無形嘅刀啦。可以咧點樣評定你係為之咁樣嘅一個好嘅態度，定一個唔合格嘅態度。但係態度呢樣嘢咧，同埋尤其價值觀念咧，係從來咧喺呢個我哋香港一路以嚟嘅教育制度、考試制度咧，係冇得評核嘅，冇標準嘅。嗱，點講法咧？譬如我一路做咗好多年嘅，都係一個嘅中文科、中國語文文化科，喺個說話能力嘅考核方面嘅學生出嚟做3分鐘短講，或者一班同學嚟到一個小組討論，我哋咧俾個分你睇下佢表達嘅內容係咪充實，有冇理據，有冇嘢支持然後咧就係流唔流暢等等。我哋對佢立場，我哋唔對佢立場評分㗎。等於你作文都係一個作文咧孝順咁樣咩？哪怕你係一個咩，好似一個最明顯就係以前我哋咁嘅辯論比賽，中學同性戀應該合法化，冇錯啦。咁你執到一支正方咧就死啦，因為大部分嗰個指引嗰邊就講話嗰個教學目標係要咩咩價值觀念。孝順咁樣啲咁嘅高道德水平嘅要求咁喂，我可以用利行或者5、4嘅時候有一啲嘅極端嘅，孝咩順啊？父母生我基於情慾咁樣。只要你有你嘅理據，你有你嘅邏輯，你不能夠話以呢個唔符合我哋嘅道德要求喎咁樣，而你係咧壓低佢嘅等級嚟到咧話佢唔合格等等等等，所以評核咧係一個好重要。咁然後成個指引裏邊頭先講咁大規模嘅嘢，又佔咗課時係咧3至5%，裏邊講話大概一個星期一堂到啦。哇！須知而家嗰啲課堂幾緊張啊，幾多新嘅科目啊，幾多嘅學與教嘅要求啊，呢度又再搶咗咁嘅時間去，自不然就少咗乜嘢咧？又係向傳統嗰啲嘅學科裏邊開刀啦。